今集我哋會專門講返老闆、中小企同埋車行老闆比較關心嘅印花稅、EV 一換一、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同埋不分。大家好，我係 Mike，我會用貼地嘅角度為大家拆解法律同埋商業嘅議題。今集我哋繼續講財政預算案。如果大家想聽返關於個人收入減稅或者土地基建嘅相關措施，可以返第一集去聽。第一點係關於地產政策。財政預算案入邊咧，將豪宅嘅印花稅增加。咁究竟有幾豪嘅豪宅先會受到影響呢？其實就係價格喺港幣1億或者以上嘅單位。咁1億以上嘅單位，印花稅將會由4.25%增加到6.5%。咁喺財政預算案出嚟之前，曾經有傳聞話將100蚊印花稅徵收嘅範圍由400萬以下嘅樓宇增加到600萬以下嘅樓宇。呢個消息咧就未見喺財政預算案得到落實。咁亦即係話咧，一般嘅樓宇，包括係住宅或者商業物業嘅市場咧，就冇受呢個印花稅嘅政策影響。咁我個人嘅解讀咧，就係政府唔想喺樓市啱啱回暖嘅情況之下，做一啲大嘅動作去刺激或者壓抑而家啱啱回暖嘅樓市。第二點，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嘅稅務寬減一換一計劃咧，將會喺2026年嘅3月31號正式終止。政府俾出嚟嘅原因咧，就係因為電動車嘅技術已經相應成熟，市面上嘅供應亦都比較足夠。咁作為想換車嘅你，記得就要留意翻個 deadline， 記得喺 deadline 之前做翻相應嘅行動啦。咁因應政策嘅改變咧，而家喺車行或者社交平台都有好多計算331之前嘅買車優惠。但對於車主嚟講咧，而家一定係面對車行或者社交平台上面好多嘅宣傳，話俾你知究竟喺 deadline 之前出一部電動車可以慳翻幾多嘅稅。但我建議各位可能都要停低諗一諗，究竟自己嘅需要係咩呢？需唔需要喺 deadline 之前搶住出車呢？而過咗 deadline 之後，究竟係買電動車、油車定係混能車呢？大家可能都要睇返現油價格嘅上升趨勢，唔同嘅車種有唔同嘅維修成本等等，作為一個長遠嘅安排，從而作出嘅比較。而家我哋觀察到同埋可以預測到嘅一啲改變咧，對車行嚟講咧，而家就係谷最後一波嘅好時機啦，鼓勵大家盡快出車，盡快決定。咁但係過完331之後，車行如果要繼續保持佢嘅銷情咧，其實大家都可以預期到佢喺價格上面都會有一定嘅折讓，或者喺車款上面亦都可能引進其他品牌或者一啲更加平嘅車款去作為競爭。咁其實要用車咧，除咗買車之外，租車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咁但係面對將來買入價會上升，同埋租車嘅需求亦都可能會上升咧，面對個租價咧，可能亦都會上升啦。第三點，政府針對不分再注資多2億，申請易嘅上限咧，亦都提升到港幣15萬一宗，鼓勵大家做品牌上內地市場，甚至乎係做 AI 嘅方案。因為政府話會針對企業應用 AI 提供更針對性嘅資助，咁究竟詳情係咩呢？到時我哋有 update 再同大家分享。另外咧，中小企擔保計劃還息不還本咧，就延長到今年嘅11月。咁延長呢啲計劃咧，就意味住老闆嘅現金流壓力就會大大減少啦。嚟到呢度，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其實頭先提到嘅計劃，包括係不分嘅資助或者政府嘅貸款計劃，其實並冇衝突。大家其實唔一定要2揀1嘅，即係話既可以攞資助，亦都可以向政府申請貸款。咁大家就可以好好計劃，利用政府呢啲支持嘅政策去攞funding，做好自己嘅品牌，甚至推廣去國內或者其他海外市場啦。咁到最後啦，其實政府支持企業嘅資金已經到位，申請嘅條件咧，其實亦都喺各大嘅網站會公開咗。如果大家有興趣申請咧，其實都唔一定要經過中介嘅，自己申請亦都可以嘅。咁當然啦，如果經過專業嘅團隊，申請成功嘅機會會大啲，申請所需要嘅時間亦都可能會少啲。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不分嘅更多詳情，歡迎大家喺 IG inbox 揾我傾。下一集我會同大家分享預算案嘅另一啲重點。做 IT 行業、做創科同埋做教育嘅你，記得留意啦。如果你中意我嘅分享，請 like 我呢條片，subscribe 我嘅頻道，同埋 share 俾你嘅同事同埋朋友啦。我係 Mike，下次見。